香港有一個叫斌仔嘅病人，頸以下不能自主，佢懇求安樂死，但被醫生拒絕。我一位朋友，佢因為吸毒而令神經系統受損，從此無法快樂，佢非常痛苦，最後選擇跳樓。生命可以係一個重擔，例子係斌仔，生命亦可以係一個快樂嘅樂章。重擔或樂章或多或少同一個人嘅危機感有關，英文叫 sense of avoidance。孟子曰：君子不立危牆之下。廣東俗語叫醒目，市井俚語叫執生。神經生理學嘅關鍵神經傳導物叫多巴胺 （dopamine）。獲得 dopamine 有愚蠢或聰明嘅方法，愚蠢嘅方法係吸煙，聰明嘅方法係牛黃素。如果你有朋友吸毒，牛黃素可以幫助減低毒癮。返回自殺呢個題目，自殺例如跳樓本身係一個不能逆轉嘅行為，但決定自殺，其實內心已經掙扎咗一陣，但自己仍然一步一步踩落去。喺呢方面，危機感服食牛黃素可以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天無絕人之路。以目前香港社會有啲蕭條，每日吃半瓶茶匙牛黃素，可以透過提升多巴胺幫助自己走出困局。